踩轉糖糖 Miss， 網民鬧爆梁榮忠。庇理羅士敢言 Miss 挑戰糖糖，俾網民封做新民主標記。但梁榮忠喺節目度同拍檔就另有見解啊！真係我以為睇緊城市論壇，係即係佢直頭要一個質問嘅語氣，就問糖糖。咁但係喺咁嘅情況底下，啲同學就唔會諗噶啦，一定係 follow 咗呢個先生，型啊嘛，因為嗰個老師係已經成為咗 hero 啦嘛。你而家突然間行出街，蜘蛛俠都唔好打嘅。啲蜘蛛俠啲 fans 嚼你噶啦，佢哋仲燒到8、9、10後嗰沓。個禮拜日冇嘢做啊嘛，唔使翻學咁樣，咪去維園咯，咁咪做件咁嘅事咯。好啦，咁呢件事點啊？慢慢入侵校園啦。到今日估唔到，連一個 Miss 都可以做一單咁嘅東西。咁啊，突如其來咧，又有個 Miss 或者又有個 Sir，又用以上嘅手法，突然間舉手問問題、質問，跟住之後硬爆變超級殺人拉開，跟住之後突然間爆橫額。咁你而家變咗全香港人全部都用呢方法嘅啫。結果網民發起聲討梁榮忠，有人重提佢梁車震嘅花名，有聽眾已經罷聽有冇搞錯，仲有人話佢冇資格批評 Miss 啊。